大家好，我係4號候選人李慧瓊。人才係一個城市競爭力嘅關鍵。香港要爭奪國際高端人才，呢個係為香港競爭力出發，亦都係國家要求我哋做到嘅目標。關鍵字係國際同高端。為咗配合國家要求香港成為國際高端人才聚集地，民建聯成立人才高地，我係人才高地嘅負責人。過去我同特區政府同業界一齊，同大灣區嘅城市一齊係參與招聘國際高端人才，亦都咧係有一啲嘅成績。我哋需要有更多嘅配套，包括同大灣區一齊努力去增聘人才，因為佢哋需要產業有吸引嘅工先至嚟香港。同時支持興建更多嘅國際學校，佢哋為子女亦都要考慮，最後決定是否嚟香港。如何保障本地嘅勞工？我哋知道人才咧係為咗嚟做大個餅，所以我哋要求吸人才係要精準咁吸人才，為8大中心短缺嘅人才咧係吸引佢哋嚟香港，而唔係同香港市民造成直接嘅競爭。同時，我哋要保障我哋嘅教育體制係優先培訓我哋嘅年輕人，讓到我哋嘅年輕人成才，因為佢哋係我哋未來嘅社會棟樑。我哋喺發展國際教育樞紐嘅同時，一定要讓到我哋青年成才，咁樣先至能夠既可以發展國際高端人才聚集地，